台湾爱花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本地昨特别转来家人港哦，因为邮轮故障，有1800外台湾旅客搁伫日本的奥基纳瓦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，这2天地有飞轮机载700外旅客先转来台湾。日本方面嘛同意用包机的方式来收运旅客，拜四所有游客拢会当转来到台湾。也毋过有旅客因为要赶转来上班，已经家己先订飞轮机飞转来咯。 拖大包小包行李总算转来啊！原因是因为坐邮轮到日本奥克纳瓦5天4夜行程，7八应该转来，煞因为邮轮故障停驶。有人为赶转来上班，只好家己上网络买机票，坐飞机转来台湾。是赶着回来上班，所以对啊，赶着回来上班。送修了啊！哦，修不好要送修。要送修。亚太区上大邮轮地中海鹰耀号，这是为家人港出发了后，7日暗时7点外，伫日本奥克纳华故障，到今嘛已经超过2天半，差不多1800台湾游客滞留在当地。船顶游客表示，虽然台湾旅行社伫船顶有设柜台，不过到底有偌济人已经摕到机票，拢还阁唔知影。大部分的人拢是感觉焦虑不安。他叫我们下来抽号码牌，然后领那个办理入境的手续，但是现在是蛮混乱的，大家抽完号码牌之后，等的时间非常的久。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，航港局已经成立应变小组，民航局也已经协调5个航班放大机型，协助旅客登台湾。不过，福利会批评交通部效率太过慢。今天跟明天总共会有5班的这个飞机，长荣跟华航会有5班的飞机，会用扩大机型的方式。那今天跟明天总共可以多载运748位民众可以回到台湾来。昨天就应该要回来，然后你现在到大后天了，才能够将所有的旅客都送回来。这个效率我认为是有待提升。但世凯强调，7号早起已经发文和日本沟通，要用包机的方式将台湾旅客载登台湾。日本也同意，所以船公司会负担吸收旅客登台湾的运费甲票价。按算12拜4等将全部的台湾旅客载登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